2026年，这台湾的灯会呢是要办伫个家己，也毋过呢，这县政府初八才宣布主题尔。连面都有民众反映讲，这社群平台顶头呢，已经有人开始用台湾灯会名义咧找这临时工，而且呢，佮甲民众讨一寡个人的资料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这灯会的资讯呢是会公告伫个官方的网站顶头，呼吁民众千万毋通互骗去啊！网络社群平台顶面拢是2026台湾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发文，一天有2000到4000外口的薪水通领。被应征的人爱用网络报名，提供身份证也是银行校号等等的资料。即马嘉义县政府出面澄清讲，这拢是假的消息。因为这个一天时薪其实算高啊，对。然后他排版文字都写得非常详细，跟真的一样。嘛是爱去查看卖讲，这敢是真的啊？搁来去网络顶面去问人啦，哎呀，唔通讲来看到钱就讲好，我就要来啊！但是这都侪拢有迄个诈骗的可能。嘉义县政府顶礼拜初八才公布2026台湾灯会活动主题，伫网络社群的平台顶面就开始有出现真侪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消息。县政府表示，灯会需要工作人员会伫官方网站来公告，会透过私人的账号来找人。有需要相关的征才活动，我们会透过2026台湾灯会的官方网站统一公告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不要受骗。虽望目前也无民众报案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会甲警方来合作，针对伫网络用灯会名义来骗个人资料，会收集证据了后，依法来追究相关责任，呼吁民众毋通相信，嘛毋通搁转发出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